我们接到料理是芝麻牛蒡中卷，我们现在先来削这个牛蒡，好，我们把皮削一削，再来切哈。好，这个牛蒡呢，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哦，是，非常非常的营养哦。不管是熬汤啦，或者是说炒那个牛蒡丝哈，在日本料理对都很好吃。但是很多人很怕处理牛蒡，因为牛蒡很容易变色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们可以取一个冰水啊，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在切的时候，切好把它放在冰水里面，就不会变黑了。像我家很常做的就是那个炒牛蒡丝啊。哦，对啊。我觉得牛蒡丝切的真的是好累，因为牛蒡要切丝真的很要有功夫。然后我之前有先准备切好，然后也泡好了，它都不会变黑，就是直接对不对？加在水里面就好了。对，加水里面就可以了。对，好。然后我们再处理这个中卷，其实我们把它处理好之后这个切法是有一个技术啦。像我们先把这个头，先把这个头切起来，对，切成小块，然后我们在身体的部分是身体的部分，它这个皮不用扒没关系，比较有原味，对，皮不用扒，然后我们这个要切条状，切条状，然后身体的部分这是秘诀，我们要切横的，不要切直的，因为切直的它会卷起来，对，就跟牛蒡不一样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切横的，对。然后像我们这样子切，我们切横的，对，切横，等下我们穿烫起来，它就是直的，它不会变成卷状。对，很多人拿起来就切，然后奇怪，为什么我们的中卷没有像师傅这样子切起来都是直的，变成卷状，对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切好之后，我们备用，我们开个热水，中卷我们必须穿烫过。然后我们现在水开了，我们把中卷倒下去穿烫，对。可是烫中卷的时间是不是不能太久，不然会老？要烫熟吗？还是就是7分熟就可以了？7分熟。对，其实我们这道料理我们你还要经过炸的一个过程，因为生的中卷下去炸水分会比较流失掉，留在油里面，所以油也容易黑掉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穿烫好的我们把它沥开。然后我们再取一个油锅，加油下去炸。其实油也不用太多啦，其实也可以用炒的方式把它炒成有点酥酥的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像我们这个牛蒡水刚泡过水的，是。然后我们把牛蒡水也倒掉，沥干备用。我们会先炸牛蒡。可是老师那么多水怎么办？不需要用那个厨房餐巾纸擦干吗？不用。其实那这样不会油爆吗？其实你看温度我们不要太高，不会。对，因为我是建议说，不管在家里使用这个炉子炒菜什么的，其实油都不要太高下东西，对。然后炸的有点酥脆的感觉就可以等下捞起来备用。我们是先炸牛蒡，因为牛蒡它本身比较有水分，对，而且它是算是蔬菜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就先把它炸有点酥酥的这样子。所以牛蒡我们是不是要尽量切薄一点？对，因为你切它以后它不容易酥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没有这么酥脆，对。现在坊间就是说，大家都有养生的这个概念都知道说，牛蒡很好，所以呢，甚至我们在像台湾很多的这些超市都有卖牛蒡茶，就是把牛蒡呢干燥之后呢泡茶喝。对啊，牛蒡茶还是拿牛蒡来炖汤。我们去外面餐厅吃东西，觉得特别香、特别好吃，其实都是大火，是多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在家里要做出这么好吃就是可能要改变一下。下去这样把它到酥。对。火不要太大，
啊，那油温不用太高，没关系，慢慢加热起来，它就不会油爆了。对，如果你油热的时间下去，那个油爆很危险。对，老师也已经油爆到我这里。是哦，那你那我们火哦，从小慢慢开大。对，幸好我们现在都有戴口罩。是。那个我们杀中卷的时候哈，那个它那个嘴巴一定要把它拿掉，要不然更容易爆。对。其实老师，中卷的嘴巴在哪里？就是那个圆圆那个嘛。对。我以为那是眼睛呢。我们叫龙珠。对。哦，我一直以为那是眼睛，结果那是嘴巴哦。是。误会这么大。然后我们火再开大一点。对。好，也快酥了。好，火大点强酥一下，那我们再把它过滤。好，我们这样有酥了就可以了啊。对，我们尽量吃它的原味了。那我们现在开火哈，我们现在准备来爆香哈，爆香这个蒜末，然后我们加点红辣椒做颜色。然后再的步骤就是先加糖，哈，然后再来就是酱油，然后我们加点米酒，然后酱油膏。然后我们加少许的水，哦，少许的水，然后一样，我们这样子拌炒它哈，一样炒到它有点浓稠这样子哈，就是有点收汁的这样子，再把我们的刚炸过的牛蒡跟中卷，下去拌炒，对，因为这道算是比较有日本料理那种口味啊，就是甜甜的。这样子，我发现其实日本人还蛮爱吃甜的。对，是。那我们可以关小火哈，关小火。哇，好香哦！然后下去，然后再牛蒡啊，我们牛蒡再放下去，然后开火哈，火可以大一点，让它拌炒一下。对。哇，这个一定很好吃。拌炒一下，对。拌炒一下它，然后关火啊，对，然后淋上一点香油，对，增加它的色泽跟香味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拌炒好之后哈，我们就可以中盘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白芝麻淋在上面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香菜，啊，香菜点缀它香菜也是很好吃的，对。可是小朋友都不喜欢吃香菜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哈装好，对，这样就 OK 了，完成了。好，今天呢，白老师带来的2道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看起来好像超级的好吃哦。是。尤其这个牛蒡中卷哦，看了我虽然不会喝酒，但是我在想，这个很适合人家那居酒屋，对对，配啤酒的，对，小酌一下。对，小酌一下。那因为刚老师放了一些糖嘛，哈，然后后来又撒一点这个香油哦，啊，我觉得再加上牛蒡它本身就很香。对，牛蒡有香味这样子。这真的是很好吃哎，加那个中卷的鲜甜味这样子。是啊。